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8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丁雅俊。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昨有中国的渔船甲咱海军的中河南相撞，国防部长顾立雄是回应讲，单独一只渔船要试探要监视，应该是无啥可能。欧洲要援助乌克兰所造成的志愿者联盟一直强势未解除对罗西亚的制裁。另外，泽伦斯基强调讲，普廷要过身啊，战争就会结束。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今仔日开始全台湾气温都会降低，尤其北部甲东半部会落尽雨，拜六礼拜气温会降到剩14至16度。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国防部公布，昨中国又各有30座军机、8只军舰伫咧台海的周边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另外，昨各有一只中国的渔船伫台中港的外海和咱海军的中河南相撞，这敢是要监控咱海军的操演？国防部长顾立雄讲，这只是单独一只渔船要试探、要监视，应该是无啥可能。透早金门炮声就真大声，金防部烈士守备大队2实施太武操演，出动战甲车向海面实弹射击，强化国军的防卫能力，吸引不少民众甲军事迷来翕相。因为中共持续对台威胁，国防部公布27归工，查到30台强机、8只强舰，也有1只中共公务船，伫台海周边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其中也有1台无人机宽台一连，挑战的意思真重。前一天，咱海军2车登陆舰、中河舰，也搁伫台中港外海，甲中国的渔船耍相约。中方渔船叫人质疑是假掠鱼的名义，监控咱方海强操演。咱国防部长顾立雄认为，可能性无悬。中国可能的一些监视作为，我们都有这个预应的方案哦。单单的一艘渔船说要来达成我们相关的一些监视，然后能够了解我们的相关操演的这些状况，然后能够掌握我们的这个活动，我想这应该不太可能了。国台办说我们这是恶劣行径，他们谴责。我想国台办一向讲话就是这个样子。无对国台办的动作，顾立雄讲，相关操演活动也是会进行。小 A 的调查责任已经请海巡所进调查。最近中国国台办设置台独打手举报的专栏，甲内政部长刘世峰等11个人列做头一波名单。对这件代志，刘世峰强硬回应。国台办的朋友啊，对我们的官员很没有礼貌哈。因为我的正式的头衔叫中华民国内政部长，那同时呢，我也看到了包括行政、立法、司法3个部门里面的人都有列进去，那表示说他间接承认台湾有行政、立法、司法，那这不是一个国家主权应该有的象征吗？若是4楼的绿皮梦清爷爷叫人废止居留许可，转去中国了后，外界也关心伊敢有法度以团圆探亲这个名义申请来台呢？刘世峰搁再声明，无要针对个案来评估，若是有申请，就依法处理。若是对另外2个必须爱伫30日进前离境的绿皮梦清、小米甲温琪，同款爱按照移民署的规定执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海巡署规划要伫咧10档内打造6只新的高纬度远洋巡护船，今仔日过来头一只油电混合的巡护10号进行安装典礼。总统赖清德嘛有特别落南来参加，感谢海巡应对中国的侵扰。运载大量救援物资，或是沿岸多功能艇，或是特勤突击艇，甚至是无人机。除了可以执行海洋巡护任务，也可以支援离岛物资运补。它将会具有非常高度的拖船的功能。如果我们有这艘船，我们在当天的晚上，我们可以在海上用拖船的功能把豫州启航拖住的话，它就不会搁浅在我们野柳美丽的海域。海运会主委管铁玲表示，新的高纬度远洋巡护船功能更较好，会当协助咱巡护执法，也有搜救等等。这只巡护10号上紧10月落水测试，明年8月就会当来交船。
咱再来关心到北一女中的教师吴桂枝接受中国央视的采访，批评咱的总统赖清德将中国定义做境外敌对势力。即马这款言论是去互人检举，伊是无责任的教师。陆委会主委曲水正今仔日批评吴桂枝伊咧配合中国对台湾武统战。教育部长陈英尧也表示讲，教育人员应该得来保持中立。因为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强调尊重，会保护言论自由。北一女老师吴桂枝接受中国央视的采访，批评总统赖清德甲中国定义做境外敌对势力，互民众检举无责任，互校方甲约谈。陆委会副主委廖文杰点名台北市教育局甲校方应该爱评断伊敢是适合教册。陆委会主委曲水正3月28批评吴桂枝是乌白讲，配合中国对台统战。党媒都很期待你讲的这个话跟采访的内容是他们想要的立场、论调以及声音，向来如此哈。受到中共政权的各种极限施压、步步进逼，这不是事实吗？曲水正强调，教育部、陆委会等等的单位拢接到真侪检举，讲吴桂枝无责任。也若吴桂枝敢有违反教育中立，是尊重教育机关的查处。教育部长陈英尧表示，已经要求台北市教育局来调查。希望我们所有的教育人员能够谨守教育中立、行政中立，真正培养好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学生。陆委会批评吴桂枝的言论是引起真大的讨论。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会保卫言论自由，中央甲地方无共调。欧老师并没有违反教育中立，那我们的立场就是尊重老师教学的专业自主权，同时也坚定地捍卫言论自由。说真的，以前国民党执政的白色恐怖是我们不乐见的一段历史，那难道我们今天就要看着绿色恐怖上演吗？吴桂枝3月28接受平面媒体的采访，批评国家机器一直咧烧逼，凭啥物提走伊的工作权？陈英尧表示，吴桂枝若总有违反规定，有相关的法令依法停改，地方教育局应该依法行政，会先尊重台北市教育局的调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行政院指示教育部最近针对着管制中国学生来读台湾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召开跨部会讨论会议。有大学教授就指出讲，学校是按照教育部的指示来进行，不过其实目前伫咧国内已经无咧读大学的中国学生啊，因为研究所以上的嘛真少，读的嘛只是基础的理论尔。中国学卫生2023年8月清零，教育部长陈英尧去年上任的时阵表示，希望能花伫平等尊严的前提，学卫生会当恢复。不过到目前为止无进展。教育部最近是因为行政院有指示要召开管制学生修读咱国国家关键核心技术的项目跨部会演上会议。主要呢就是包括国防的相关科技，还有各部会攸关台湾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技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部会，爱确实提步，以利后续管控，有效确保国家安全。但是核心技术是不是包含5大新的产业？倒一寡科系是有国家关键核心技术。行政院表示，有整体内容会搁做说明。有大学教授是讲，为教育的层面来看，那是为技术面定义关键核心技术会真看。电机系的有一些 IC 的设计的课程，台积电的合作，比如说跟中科院，或是跟军备局类似这种国防的计划。那当然，它的技术层面就会比较属于台湾的一些关键技术。有大学教授讲，学校会依照教育部指示，按国无学位的中国学生、硕士普修生会愈来愈少，未来恐惊清零无真大影响。搁再讲，大学做学理研究，中国学生囡仔学的物件拢真基础。入生来台湾，那也是学学理，那他有办法本事从1变成100，那才是他的本事。可是以学校端的话，所有的东西都很 fundamental。交换生的目前还有，政府不希望学校去做太多的交流，尤其对一部分的关键技术是会关心的话，那学校当然会在交流上面的话会放慢脚步。教授讲，烦恼即马交流，未来会互人认定是关键核心技术。学校会较保守，唔敢做任何措施，两方学术交流会更较限制缩减。记者采访报道。
云林警方将握到一个20岁的毒品贩仔，将趁这个嫌犯，咱像是去卖毒品，大阵警员出动，伫咧车顶抓到人，嘛有查到毒品加背包、甲其他面等等。依照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人上班。警方掌握到消息，已经封车前后包抄阻挡这台白色轿车，赶紧由警方手提工具弄破车窗。支持暗头6点半，警方抓这个毒品摇头细路嫌犯，当场伫车顶敲到毒品等物件。查扣咖啡包、毒品27包、凯他命2包、手机3只以及现金57800余元。毒品经警方检测为阳性反应当场逮捕刘贤。警方表示，这个案件是今年1月接到情报，细路嫌犯可能伫咧卖毒品。经过2个月办过抽查，而且暗头探嫌犯伫咧斗六市区，当要进行毒品交易时阵，需进行抓人任务。迄当时拄好是下班时间，真侪过路人拢惊一条。警察查的啦，嘿，查的是抓啥物？抓毒品的。嘿，有弄车窗哦。那个嫌犯的车窗遭打破了，我们警方因为有破窗只有轻微的遭玻璃割伤。警方表示，迄个时阵嫌犯想要闪过追查，拍算要驶车弄警察车，加在警方反应真紧，才用3台警方车架围调，准备要甲登。专案依照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经训练地检署侦办，而且见清城压。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桃园机场传出有检疫人员去互杨过尖头拄到，赶紧送病院去做传染病预防性治疗。不过伊也表示，伊要请假却受到刁难。疾管署回应讲，只要受伤的当人提出就医的证明，就会当来申请工伤假，因嘛协助申请。镜头去互已经用过下针仔插着伤流血。可能会为着病，疾管署桃园机场检疫人员向机关控诉讲，自伊早起伫发烧体检站执行业务的时阵，有同事甲有感染性的下针仔乌白蛋伫粪扫地内底，害伊插着伤。去互医生看了后，医生叫伊爱食抗艾滋、抗梅毒等等性病的药啊，而且持续追踪，互伊感觉真惊吓。正常来讲，这个针头不会出现在这个红色垃圾袋，而是出现在针具收集桶里面，把全部的针头都往这个垃圾袋里面倒进去，这个真的是乱丢的行为，这个简直是谋杀。这些针头抽过来自世界各地有症状旅客的血液，他却因为同事随便乱丢而被用过的针头给刺伤。针对这件去互下针仔插着伤的意外，疾管署讲，第一时间有协助着伤的当人，用大量的水洗空喙甲消毒，嘛有派车载去步入桃园病院挂急诊。经过医师诊断评估，预防性开抗艾滋甲梅毒药仔互食。针对这点，这个受伤检疫的人员嘛控诉讲，伊食药仔了后感觉身体无爽快，甲主管请假煞去用刁难。疾管署这边呢，会持续呢，请医师还有相关的同仁呢，做一些关怀，并做一些咨询。那也会协助这个同仁呢，去申请工伤假。针对请工伤假去互单位刁难，疾管署回应讲，受伤的当日若提出去互医生看的证明，就会当申请工伤假，而且防疫医师甲主管协助各一个说明预防性食药的目的，按大伊不安的情绪，该协助。后续嘛了解代志发生的原因，理清事件发生的过程，甲后续相关的处理。公司新闻桃园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到红海的度假胜地发生一只观光蹭水艇，咱就去弄到漩涡打沉落去的意外，有6个罗西亚的观光客死亡，阁有19个人受伤。这是最近几个月来红海发生第2件观光船的事故。在批到事故现场的搜救人员成功救出受伤人，暗过发现已经有人不幸罹难，4只全部拢是拉沙籍，其中2人是已经结婚的医师，因为囡仔拢已经送医，还有39个乘客被救起来。根据拉沙国营媒体塔斯社引用一个拉沙官员的讲法，4只当中有囡仔。这只观光畅水船新巴达河伫红海度假胜地，好加达外海设施，有45个乘客，5个埃及船员。陆客除了 Russia， 其他乘客国籍分别是印度、挪威甲瑞典。这次原因调查当中，暗过Russia旅游业协会伫社群媒体引用无经过证实的报道，观光畅水船伫水深10公尺的所在弄到大礁，失去撑压。这是最近几个月伫红海发生第2件观光船事故。去年11月发生冰船，11人失踪，个被推断死亡。
科加达是伫埃及海陆东南部，是一个海捕甲船河岛出名旅游胜地。一个捌伫今年2月参加同款的观光畅水船旅程的游客，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观光畅水亭用户甲真好，甲宣传相片同款，包含新的彩绘、现代化设备，还有专业会讲英语的工作人员，还有2个畅水人员陪伴落水。乘客会乘车用真集中有严的安全小界，无法救生衫，行程差不多40分钟。欣赏船河岛的时阵，畅水船毋捌划上近。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欧洲国家讨论要援助乌克兰所造成的志愿者联名。这峰会结束，虽然无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不过参加的领袖拢支持伫咧停战进程要解除对罗西亚的制裁。另外，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接受访问的时阵，勇向讲出罗西亚的总统普廷特别过身啊，是到战争的结束。法国总统官邸爱丽舍宫20个欧洲内的领袖，伫做伙翕相进前，甲泽伦斯基亲切问好。这场要讨论乌克兰援助的志愿者联名，比2月峰会的人数更较济。看得出来，伫美国川普出手分别协调落伍了后，欧洲力量快速团结。针对研发2国进前提出要带各国伫乌克兰各地部署威慑部队，马克宏趁这机会是讲，这毋是一支威吓部队，未来只要伫当地去俄罗斯攻击，这个部队会做回应。Ces forces de réassurance, c'est l'objet de la proposition franco-britannique d'il y a plusieurs semaines, n'ont pas vocation à être des forces de maintien de la paix. 虽然针对维和部队，欧洲各国无共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伊就讲，无派部队去乌克兰的暗算，敢希望川普会当加入后一届欧洲的会商。不过马克宏表示，维和部队无需要各国的共识，研发2国会坚持原先的立场继续推送。另外，罗西亚总统普廷伫甲美国的乌海停火谈判当中，开出解除罗西亚制裁条件，欧洲领袖认为无可能。Complete clarity that now is not the time for lifting of sanctions. Quite the contrary, what we discussed is how we can increase sanctions. Entnehmen, dass Russland aktuell nicht an einem wirklichen Frieden interessiert ist. 到伫这个时阵，普廷嘛罕见提出，希望甲北韩等国家合作，共同结束俄乌战争。只不过，伊的想法是要伫乌克兰的土地建立一个临时政府。В принципе, конечн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под эгидой ООН,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даже с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разумеется, с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и друзьями, обсуди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ведения на Украине врем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到伫普廷甲美国谈停战的同时，对于乌克兰的攻势并无停歇，甚至阁持续攻打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不过泽伦斯基这个时阵竟然讲，伊伫参加巴黎峰会了后，伫接受一间欧洲新闻台专访的时阵表示，普廷已经活不久了。Він помре скоро, це факт, і все закінчиться. Тобто його питання він може закінчити до того, як він, 72回普廷近年来常常互人传出治疗癌症、帕金森氏症，还是中风。不过莫斯科方面是一直否认。泽伦斯基2017这个讲法，搁再引起各界议论。不过伊并无提出任何证据，这也使得对普廷健康的议论变作大家谈论的话题。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美国总统川普上任2个月以来，申请学生签证和拒绝的人数增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讲，因只要审查发现这个人无正常，就随该撤销签证。另外，最近又搁传出美国掠走一个土耳其的博士留学生，理由就是伊捌参加过支持哈马斯的活动。支持巴勒斯坦的真侪留学生甲大学教授，都算美国永久居留权，毋是被逮捕，就是被拒绝入境，遭到民众抗议。美国总统川普就任2个月过，加强审查移民甲签证政策素案，外国留学生被拒发 F1 学生签证人数增加。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为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会计年度当中，申请 F1 签证的案件被拒绝比例高达41%，创10年来新高。来美国读册已经无亲像以前可靠，美国梦可能正做恶梦。Maybe more. Might be more than 300 at this point. We do it every day. Every time I find one of these lunatics, I take away their visa. 为影片内底因看到6个后边人为无共款方向，行进伫加罗一个土耳其一个
特殊留学生，各将逮捕。理由是国土安全部甲移民甲海关执法局调查发现，这留学生要参加支持哈马斯活动，不过学校敢若被告知，这学生的签证已经被政府终止，所以目前无确定伊是毋是正式参加亲巴勒斯坦的校园抗议活动。因确定要发表文章，要求学校对以下冲突表明立场。厝边是对熊熊的逮捕感觉真不安，多多影片。That's just like one of so many concerns, and just I feel like every day it's another thing that Trump has done or signed, and it's just more and more disturbing. 另外一方面，5年前的3月，因为新冠疫情引起美国对阿黑攻击甲歧视事件暴增。不过，根据相关研究中心上线的报告显示，虽然新冠疫情早不是话题，不过美国社会种族主义依然普遍存在。更让人烦恼的是，即马传配零容分移民政策，顺英语教学的法律甲多元、平等甲包容等的倒退路。5年后的今仔日，美国社会反阿黑的受训气氛，恐惊无简单消除。公视新闻新竹报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为着要反制南北两党强硬推动反废死、反戒严的公投，民进党的立委透暝就伫咧议场要来阻挡议事录确认。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平阁呛声讲，要找韩国瑜、鲍坤基、黄国昌来顶高机。那鲍坤基是批评民进党团用粗鲁的手段伫咧对付在野党，黄国昌嘛即个执政党的立委，家己咧阻碍行政院长倒英台进行总质询。我找韩国瑜2个在议场里面垫高机，韩国瑜你不敢，和傅文琪也可以，还有那个最喜欢找人垫高机的黄国昌也可以。面对政治局鲍坤基表态无排除全部行，郭建民无那呛声，佮强调已经提案将所有南北立委移送纪律委员会，为抗击立法院自个政府日后国民党团提反废死、反戒严公投，民进党团已经伫议场大办封条，目标无被互议速度确认，佮画下韩国瑜关键召集朝野协商解决争议。他要找我单挑，我敬老尊贤呐。他说七老八十，我怎么可能欺负他嘛？好，请他不要用这样的粗暴的手段来对付这个在野党。从昨天晚上开始，要继续的封锁国会，要继续的背个执政党行政院院长来接受国会的总质询。面对立委死守议场，黄国昌强调会按照议事规则，若韩国瑜发协商通知，一定会派代表参加。鲍坤基是表示，总质询时间会到暗时12点，发声立委唔通占领主席台，互大家好好开会。看到议事阁限制空棒，行政长倒英台表示，准时到立法院履行责任义务，希望党团甲韩国瑜沟通顺利。准时到立法院来履行我们的责任跟义务，他已经要跟韩院长去做一些沟通了。我们希望沟通能够顺利。这2个公投案子是否符合这个非常基础、非常重要的要件？也就是说，它是属于重大政策的创制或复决，这一点呢，是需要大家集思广益。内公投竟负日后引起争议，中常会表示，这是第一摆立法院依法交付公投，有真侪法律适用依据，爱国党共同检讨。李进勇也反驳外界质疑中常会可能严审公投案的风声，强调中常会独立机关，一切依法行政。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风声讲电钱可能4月要起价，经济部今仔下晡要召开电钱审议委员会。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虽然这电钱是由审议委员来决定，伊也搁再呼吁政府得要继续拨补给台电。涨不涨电价，这个是由电价审议委员他们来做决定啊。那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变数了哈。那我想我们提供给这个电价审议委员他们做参考，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了啊，这个台电还是要从自己的经营跟管理上面去努力哦，不能就像大家在讲的说这个因为过去你的动涨哦，那你的经营不努力，不是这样的。郭志辉强调，政府对台电的拨补会当改善因的债务。虽然电钱敢要起价是由审议委员来决定，也毋过若是台电的债务会当改善，就会当帮助因维持营运的稳定。
过来看到有环保团体今仔日举行记者会，控诉进前伫咧第4天然气接收站进行环评审查时，有到场乌烟的民众受到暴力的对待，而且社岛开发案的公听会嘛有发生限制记者去采访的状况。除了谴责暴力，这个款团嘛要求行政甲警政单位伫维护公民参与的权益。一种很深刻的恐吓，就是恐吓说，如果你们今天敢来声援任何的一个议题，我们就来攻击你，攻击到你们怕了，不敢声援。出现伫记者会，伫环保团体陪伴之下，公定个月，环境部进行4只案环评大会，现场发生冲突，家己到场声援，说好支持开发者的暴力对待，造成伊小可脑震动，要提高讨公道。200多位的民众参与联署，要求各个行政单位应该要维护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时安全发言的空间，然后也希望警政机关能够检讨警察职权行使的问题。那4只案，台北市府举办的社岛开发案的公听会，款团指控自救会成员要求停止审查，现场混乱之下，也发生警方限制记者采访的情形。除了谴责暴力，也要求行政警政单位维护公民参加的权益。谴责暴力啊，不管是正方反方发生暴力，我们都是谴责啊。我们希望我们的会议室就是好好大家能够开会，然后表达意见，互相沟通。同仁其实都没有那些过激的动作啦。因为其实我们警察的角色就是维护双方面的不要冲突嘛。我们也会在提醒同仁啊，就是我们会去尊重媒体的采访权。树林分局回应一切依法行政，会继续精进执法技巧，也甲主办单位协调，维护媒体采访区，确保媒体采访的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网友指出，去年伊用原底介绍准备一张伊假买到中出来的演唱会门票，煞去用检举伊咧做黄牛卖黄牛票。伊将相关的记录交予文化局了后，又各方要求着爱报警。所以网友就质疑讲，是安怎恶质贴介绍的黄牛遐济拢唔了，要一直甲伊即个卖原价找麻烦。因为市府是回应讲，即件代志也搁咧调查当中，才会来要求说明。即几档国内外有名艺人轮流来高雄，真侪民众买票看演唱会。去年底，一名网友买了2张韩国有名团体高雄演唱会门票，甲其中1张伫咧网络原价来卖，却收到高雄市来函甲伊讲，伊涉嫌卖黄牛票，限期爱交定续书。网友不满已经交汇款买卖对话记录来证明无加价卖票，还是互要求爱第2届报警。我觉得对他不公平啊！他都已经原价卖了，那你不能说他买到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又不能去查他，会不会觉得有点困扰？会，一定会。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是有多的票的话，卖给信任的亲友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原价卖票所当作黄牛，真侪人拢感觉意外。有民众怀疑买票者是黄牛，才互原始卖票的人互误会。市府回应，即案是有人检举民众社群笑话加价来卖演唱会门票，照定数调查票的来源，还有买的人是谁，而且要求当事人爱说明。原购票人表示是帮朋友代购，所以我们文化局会进一步请相关人再陈述说明。目前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市府回应，目前搁咧行政调查，后续会看新证据，也是说明来裁定敢要开发。毋过嘛，提醒民众伫咧网络卖票，靠图油资料后乌白加价，不管敢有卖出去，拢是违法的行为。到今年3月底为止，高雄市受理335件黄牛的检举，开发108件，罚款超过914万。公司新闻王刘婷丹、hen坤cường报道。后礼拜就是清明，最近去陪墓的民众是愈来愈多。伫咧新竹大坪顶连骨台路边，就有人伫遐乌白等红包落啊。这是真侪人讲陪墓的时阵，若是用红包袋掩蔽伫咧身躯顶，会当来辟邪。毋过专家认为无需要安尼做，而且乱等本色卖互罚钱。红包落啊，互人乌白等伫涂骹，若路边有，边仔树仔骹嘛有。清明节特别到啊，陪墓的人愈来愈多。伫新竹大坪顶灵骨塔附近，最近出现大量互人乌白等现实的红包落啊。对环境不好，整路都是很难看啊。有人讲陪墓的时，身躯爱炸底盐，也是比红包来避邪。要走再甲红包弹掉，代表气歹运的意思。不过民俗专家讲，其实唔免安尼。
若无多避邪，佮对祖先无礼。多千起嘛无礼貌的做法，因为一般民间如果遇到有煞气，才会除阴除煞，才会用元米顺宗追远，敬老尊贤，所以非常忌讳带着元米去到坟墓去绕佛塔。如果需要元米洒净是回到家之前，你可以在自己的身上洒元米来除秽除净的意思。亲像红包落啊，伫涂骹满四界，新德市环保局表示，民众乌白蛋粪扫掠到也会接罚单，罚1000到6000块。清明祭祖扫墓期间，请维护环境整洁，避免乱丢垃圾、烟蒂等。依据《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违者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款。环保局表示，最近针对附近路段，除了安排清洁队加强摒扫以外，也派人到现场加强巡逻，也呼吁去陪忙的民众做伙维护环境的清气。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清明若陪忙，卖食润饼。即阵咧卖润饼糕甲润饼皮店家是拢无用试试。毋过其实伫台湾各地头食润饼的方式甲时间点是拢无啥共款的。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用米粉、水甲盐烂出来米粉册啊，抹伫炉仔顶，1时的时间，一领润饼皮就做好啊。即档伫清明节前后才有咧卖的润饼皮店啊，是在地40年的老大。头家讲，润饼皮要好搞，大细、厚度拢爱准则好势。阮咧切的时阵爱甲挤落去，挤落去就种就是控制的厚薄度啊。今日拍折啊起来的时阵，伊较 Q。所以伊家塞出来时阵，拢是整个很圆，就控制咱甲咱的面是拄好变大张。一张润饼皮会当变化出一种口味，无共食法的润饼糕，有人是买价食，有人是清明咧搞润饼。食食作家陈静怡表示，为润饼糕嘛当看出台湾移民文化混食。在南部是拢是清明节即个前后咧食的，若是台湾北部买价的时阵咧食这润饼。所以讲，咱食润饼的习惯嘛是会当翻转去看即个原乡伊是安怎咧食的。像东安伊是伫旧历的2月初2、3月初3甲冬节，这3天因咧食润饼。像福州为立春一直食到热天，所以包的是这个道菜。作家陈静怡表示，润饼糕对移民的脚步传到台湾甲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润饼糕也伫台湾落土定根。除了到菜色、到肉，嘛包乌鱼子、红地豆，甚至阁有到土豆腐甲冰的食法，发展台湾味的润饼糕。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市有举行旧鞋救命募集活动，真侪企业、学校甲慈善团体拢有来响应。若要将这旧鞋收集起来，送去互非洲的囡仔，互因穿鞋啊，毋免烫赤脚，受到寄生虫的危害，嘛会当来推广小米的观念，达成资源循环。一个搁一个鞋啊，内底底毋是粪扫，是台积电募集来461箱，拢总15000箱的中古鞋啊。这场优点是环保局联合旧鞋救命国际基督关怀协会合办的旧鞋救命活动，期盼特别起鼓，要透过一个40公尺长的彩绘货柜，甲台湾人的爱心送去非洲肯亚，互迄边的囡仔有鞋啊衫啊通穿。听到消息，有一个企业、学校、慈善团体小小响应。从一开始的医疗，到最后发现他们会再次感染，所以才给他们鞋子穿，预防感染。然后最后发现说，哇，孩子没有基础教育、卫生教育，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卫生教育。然后发现说，哇，感染源原来在家里面，所以帮家里铺设地板，让在偏远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地方来继续使用。所以这个鞋子的价值是蛮大的，它等于是延伸过去。台积电能参与这种活动，蛮正确的思考。环保局是第2档办这项活动，去年募集16栋的鞋啊，29栋衫甲7栋的皮包啊。今年按算会当募集更较济，通减少27公吨的废弃物。环保局嘛强调，要关鞋啊，就是会当甲这卡针头啊包起来的，唔通关铅团。因为非洲迄边有一种号做沙茄藻，生点土内会寄生伫咧人的皮肤顶头。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互生活困难的囡仔唔免受害。那这个沙藻呢，寄生在我们的脚，它会吸你的血，然后呢会在
脚底呢产卵，所以这样子呢，可能最严重的呢，可能会让这个小朋友致命。所以为什么呢？就救血可以救命的意义在这里。这唔仅仅是爱心募集，更加是实现资源循环加国际救援的行动。活动连续3天，市府嘛呼吁乡亲会当在厝内也可以使使用的旧鞋旧衫，好后一个人好好保守来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未来这一礼拜天气是拢湿湿冷冷。今仔日开始，全台湾气温就开始有咧降低，尤其北台湾日时上高温是干那20度左右，北部、东半部拢会落尽雨。因那拜六礼拜，全台湾的温度是会降到14至16度。气象署提醒拜五特别变天啊，到时全台大降温，尤其是拜六礼拜天气会上湿冷。最冷的时候大概是在29号、30号这2天，预估呢北部、东北部最低温度大概只有14、15度。那其他地区也只有16到18度左右。气象署表示，唔来大降温，水汽嘛变多。拜五开始，北部、东半部会开始落雨，而且会落到清明。尤其是拜六暗到后礼拜一这段时间，雨水上高。若是北部、东半部会落大水雨，中部嘛闪大雨。周六晚上开始到周一这段时间，除了东北季风之外呢，要特别注意有华南雨区东移的关系，所以各地的这个雨水汽是特别多。气象署也提醒拜五会出现6级的强阵风，拜六礼拜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也是有机会落雪，要特别注意温差的变化。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到台中一个30多岁查甫人雄雄昏倒，心脏停气，好佳在受救倒转来。医师表示讲，这个民众是因为顶个月脚受伤，休困一阵啊，拢无去运动，造成伊脚的静脉脱血角，又搁进一步来引发气动脉嘛脱掉咧。医师呼吁，若是长时间拢坐咧，或者是倒伫眠床顶的患者，得爱特别注意。也伫街仔行路，34岁林先生平常时是真爱拍篮球。今年2月一届运动当中，造成倒边脚头有受伤，准备进一步追踪检查进前，却雄雄伫咧厝内休克昏迷，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才发现是急性气动脉脱掉的，命是救倒转来啊！但是林先生无法度理解，为何有运动习惯悠远的血角脱掉的？就6日都会去打篮球。每个礼拜打几次的？打2次。大概打2个小时吧。我想说有运动应该血液流通都会比较顺畅，但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样。救护人员在送医过程当中不断 CPR， 医护团队使用导管溶栓加低温疗法抢救。林先生住院了第9天恢复清醒。医师表示，气动脉脱掉的是下肌侵占静脉血角的并发症，主要是患者受伤了后，活动量大幅减少来发生，几率大约是70%至80%。若是民众有高边脚正起来的征兆，就应该马上就医。一般的下肢静脉栓塞，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说是从单侧的，我们的脚，那慢慢的变得比较浮肿，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可以早一点就医。让医师去评估看看。医师强调，另外包括长时间坐咧或者是倒咧、大哭、老大人、癌症患者、生产或者是有新的妇人人、口服避孕药啊等情形，也是下肢侵占静脉血角的高危险群。建议爱运动、减肥、戒烟、补充水分。有使用抗凝血剂的患者，更加爱甲医师密切配合，才会当避免血角脱掉的。公司新闻台中报道。健保署昨通过7大项重大给付，佮头一间给付无零添加品。另外，佮有调升基层诊所的诊测费佮急诊相关的给付，伊佮5月底实施。原来医改会是认为医疗总支出超过8%，即卖又佮投入54亿，直直迄钱落去，敢会当改善长久以来问题？我有健保署应该得爱来拟定相关的绩效指标。过去早产的红婴仔，清早因为出世的体重无够，就要住伫保温箱内底，除了饲母奶补充营养。等到红婴仔的体重达到1公斤了后，真侪医生拢会建议讲，伫保温内底加食品，强化早产的红婴仔因的免疫功能甲成长。即马健保署头一届通过，决定5月份开始，掺伫保温内底的食品，健保会给付。母乳添加剂是比较贵的，每天都要，每一餐都要的东西，首次通过这个营养品来给付，对于我们
们早产金额很大突破。参伫母婴内底食品健保有给付的对象，包括出世的体重伫1800公克以下，或者是有新伫37礼拜进前出世的红婴仔，每一年差不多会有2200个红婴仔受惠，经费差不多是3400万。上时考虑病院收治高危险生产的个案较侪，未来病院生产的给付会比照基层院所保障1点1块。自然产的生产在夜间跟假日，那么我们也给予这个30% 的加成。另外在健保的支付点数上方面呢，也比照跟基层一样的保障1块钱。另外，因为基层诊所的护理费是包伫咧诊测费内底，为了照顾基层诊所的护理人员，这个基层诊所的诊测费嘛会调悬。诊所当然乐观其成，因为现在护理师难聘，而且要高薪才聘得到。但希望这个费用是外加的费用，而不是在总额内给付，否则只是吃诊所的豆腐而已。若急诊相关的给付有4大标准爱调整，包括调悬急诊医护人力支付、甲调悬急救责任病院甲护病房的支付，还佫有2道急救责任病院急诊加成，甲调悬住院病床护理费。这调整的措施按算5月份实施，会导致42亿4千万。今年政府在医疗总支出已经突破了8%，那至今又要投入54亿。针对这些常年的成额，是否能够透过一昧的砸钱就能够获得改善？伊该回呼吁健保署拟定相关绩效的指标，才会当让医疗体系发展更加健全。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长照需求伫咧增加，不过照护的人力确实不足。为了要让照顾机构会当有更较好的照顾品质，卫福部甲司法部来合作，运用台湾 AI 科技的优势，推动产业合作，嘛启动智慧照顾的奖励计划，鼓励这长照机构会当去申请经费买智慧辅助设备，提升长照的品质，也有行政效率。2091厕所跌倒。当伫便所跋倒，机器随地通知照护人员。长照机构内底运用红外线摄影机、智慧病床，也有面部微血管摄影，通随时知影时代血压、心跳，敢有离开病床等等。数据拢会自动记录，毋免搁开时间用人工去处理。长照机构表示，运用现代智慧科技，毋但减少工作量，照护人员通有愈侪时间，甲时段有较温暖的互动。真侪记录拢在写好，甚至整理好。咱若后摆数据有够侪，伊个会使提出建议。咱讲的这拽吼，会使减少40%。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社会，长照需求增加，所欠缺照护人力。为着要让长照机构有愈好的照顾品质，卫福部和司法部合作，运用台湾 AI 科技的优势，配合产业合作。卫福部嘛推出奖励金计划，要鼓励大小型的长照机构会当来申请采买智慧辅助照顾设备，让照护人员的工作品质，也有长照住户的生活品质拢同如数时。2024我们会有连续4年的一个整个奖助计划。那么预计我从长照基金这边我们投入80亿。那我们最主要是奖励这一些业者机构他们的业者呢可以来申请。那他的这个申请金额可以从101万到240万，想办法帮这些台湾这些优质的健康科技的厂商赶快帮他们找到那个客户，帮他们找到订单这样就是形成所谓的 AI 生态系。那这个就利用民间的力量，事实上比我们政府来做事会更有效率。卫福部和司法部表示，希望透过跨医疗和科技产业的合作和应用，除了带动国内长照机构提升照顾品质，未来嘛毋忘这科技应用会当输出到国际，打造半导体以外另外一座护国神山。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伫咱台湾的生活当中，常常拢会当听到台语歌。为着要让民众会当更加了解到台语歌的历史，伫咧桃园市府有举办台语歌的音乐人生这个展览，记录着台湾对1930年代到当的台语音乐史。伫 KTV 唱台语歌，唱起来开口十招。这是桃园文化局举办台语歌的音乐人生展览，内容小解着1930年代到2000年代台语音乐历史。较有情绪，较夸张一丝啦，啊唱起来就足爽的。感觉唱起来
台语有一种故意无的迄种开口。展览小介1930年留声机无声电影进入台湾，开始台语歌黄金年代。这个时期有丁武宪做起跳舞时代、望春风、有夜花等等的经典歌曲。到1950年代，台湾电影真流行，迄当阵的台语歌手拢会和电影合作宣传。当时上有名的歌星是洪一峰、文夏和纪录霞，因三个有两王一后的称号。最开始，哪一首台语歌开始就是流行讲起，然后有一些代表人物，像二王影后，然后还有在讲说，播放音乐的媒介的转换。到1970年代，台湾进入一段建设的时期，台语歌曲就出来台湾人为生活打拼的心情，亲像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光辉小别的海花，拢是迄个年代的代表歌曲。到1990年代，台湾开始注重舞剧创作，甲原本悲情的台语歌变做快乐的形式，亲像五月天、罗大佑、林强等等的歌手，规个展览完整收集台语音乐文史，桃园市政府望大家斗阵感受台湾音乐的水。记者戴阿轩、柯敏哲桃园报道。这阵阿里山的萨库拉正在大开，游客会当坐伫咧有100年历史的火焚车顶头，那游览那欣赏美景。这款欣赏萨库拉的路线是真特别，嘛吸引到外国媒体来报道。有100年历史的蒸汽火车母当咧等车里，乘客坐伫车厢内底，车豆豆为白色烟火下底驶过，民众沿路拢摕卡米拉，赶紧把这真罕见的景致翕起来。阿里山3月中进入烟火季。有关单位特别安排3体蒸汽火车欣赏烟火的旅程，敢若有300个真好运有抽到的乘客会当亲身来体验。就很新奇，然后那个樱花真的很漂亮，然后那个蒸汽火车在过弯的时候，那看出去觉得，然后再搭配风景真的很壮丽，然后经过那个就是那个玉山的那个积雪的位置，然后就觉得真的很美。古早味的火车、烟火甲新木，这几个特别的元素，互阿里山坐火车赏烟火的旅程，伫国际上是真出名。都连路透社嘛专工来报道，为民众更加是对这山南的美景是俄罗斯特质。还是感觉玩不腻，还是想来，来了10几次了，也是都会想要再来这边看一下，看它有什么变化。阿里山这种较下的铁基路，会当追溯到日本时代。这是苏东时彻查历史的遗迹，即马已经成做观光另外一个重点。目前敢若有3台蒸汽火车也有在驶。我们是把我们的老爷爷火车头请出来，让他再送我们的旅客3趟。那所以它的运用，它不能像平常的一个交通每天运用。其实这个是很珍贵的火车头，所以我们大概只有在特殊的一些季节或是节日，我们才来使用。过去阿里山的铁路捌受到风台甲地动的损伤，去年才重新开放。咱若蒸汽火车，敢若伫咧烟火季才有营运。4月初1是上尾一体，结束了后，就要等到明年啊。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到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4度至19度。中部地区14度至25度，南部地区17度至28度，东部地区16度至24度，外岛地区12度至21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丁雅纯，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